觀眾朋友大家好啊！今期大家睇到維港灣小 K 第2排位置嘅嚇，9號樓呢度嚇，前面就係7號樓，7號樓係小 K第1排嘅，樓下就係售樓部嚇。咁我呢度係9號樓第2排啊，景觀同埋8號樓都係比較好嘅嚇，位置相當之靚嘅。大門口入翻嚟左轉就到呢一座啦嚇，非常之方便嘅嚇，望到樓下個沙灘之類嘅嚇。第2排當時買翻來140幾萬，依家僅需要60幾萬就可以攞低啦，業主急售嚇。咁之前呢個單位咧，業主係出租過俾裝修公司嘅嚇。咁家私咧就搬走晒啦，就留低咗幾部空調同埋窗簾洗衣機熱水器冰箱都有賣嘅嚇。咁我依家咧就喺露台個位置，露台闊度1.8米，長度6.7米，望出去景觀咧非常舒服嘅。坐喺露台呢度同埋個房都可以聽到海浪嘅聲音嚇。入翻嚟咧就睇下我哋嘅內容，呢度係我哋嘅客廳位置，開間去到3.8米咁沙發擺呢度咧係我正對我哋嘅海景嘅，海景面係非常之靚嘅，有山有山有海對面咧就電視機位。過翻嚟呢度咧就係我哋嘅飯廳咁呢度可以擺個4人位嘅飯台啦，或者6人位嘅飯台都足夠嘅嚇。咁過翻嚟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入門啦嚇。旁邊咧就係01，呢度咧就係02嚇。咁呢度咧可以根據自己嘅需求，可以擺一個細細啲嘅鞋櫃呢度往下外側嘅鞋都 OK 嘅嚇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，U 字形嘅嚇。廚房咧依家咧就熱水喉冰箱煮食爐係有賣嘅嚇。嗱，海景係有嘅，實體睇後果更加靚嚇，有好幾條大罅嘅海景。3房2廳2衛，3個房都睇海。呢度係我哋嘅客廁啦嚇，公濕翻嚟咁過翻嚟咧，呢度咧就係我哋個客房。客房窗簾、空調都係有賣嘅嚇。朝南呢向咧就可以正對我哋嘅海景，睇到沙灘實體嘅睇後果更加靚。對面咧就係第2間客房呢個客房行翻嚟咧就都係放喺床上可以睇到我哋嘅海景㗎嚇。床頭擺呢個方向，呢度方向可以睇到海景嘅。呢度方向床頭擺呢方向望出去海景係非常之靚㗎嚇。窗簾空調都有賣㗎啦嚇。家私就搬走咗嚇，家私搬走咗過翻嚟咧就係我哋個主人房啦嚇。主人房咧就有一個洗手間都係做到工廠翻嚟。咁呢啲單位後邊呢都有個凹位，呢度2樓做衣櫃嘅咁呢度主人房咧空間都足夠大嘅，擺張2米嘅床都係足夠嘅嚇。海景面1條罅、2條罅、3條罅呢邊仲有一條罅，非常之好嘅，3條大罅海景，屬於小 K 嘅第2排。當時購買價包埋稅同埋買電器之類140大幾萬依家僅僅需要69萬八69萬八如果有向觀眾朋友，你可以實體睇睇，總高係34層，依家係28樓28樓69萬八 OK。